惊人一下，来。杂草的杂。怎么可以唱我的主题曲？隔壁饮沙拄来上声，拜一下。哎，我也空壳三姑娘那从啊，心无开哟，无从过的心酸。闹热大力腿，闹热胸下来，你来，心肝放好开，跳落去就心会开。好了哟。好了。哦，今天还在中央还在魔王这个 PK 赛。魔王 PK 赛比赛规则：大概由一位魔王出枪献出2位选手进行 PK， 分数最大也是莫达到88分的人强势淘汰。下讲评分就由评审先生开会看卖人样哦。今天的评审先生有叶家秀先生、齐这位先生、齐世飞先生、罗格里先生。马上介绍 TV 魔王了。好呀，T 主要魔王厉害嘞！T 一 V 啊，我跟你讲，这个 power 这个声音啊，相当的厉害。他在 Papa 有驻唱，而且他是歌后之称，他的声音极有穿透力，可以对俺那呀 A 棚传啊到 CD 棚去。哦，一样的你冇。CD 棚。可以就等于讲东区到内湖这么远的声音。你做人堂喺度。还躺喺度啊！啊，那就唱安尼魔王一鸣惊人一下。来，请。无啥不过安样天天，爱着存在嘅意义，为着嘛该相信，为着嘛该爱的心。哎呦，真吓死人了！了！啲新的方式的唱法。对啊。好听。非常好听，嘿，而且我很想要赶紧看到他。好，赶快欢迎我们魔王出场，谢凯依。今日我做过件事，你嘅皮要绷个很哦，可是你嘅输诶哈，你过去都卡了啦，练习好诶，再来向来挑战个。我是不是在南部有见过你？哎，对，有见过有。哎，他是南台湾广播的那个节目的主持人。对，这个节目我发现都把抬头讲得很厉害，这样。而且我发现都不敢出来。你的声音的那个辨识度相当真的，谢谢。那今天就要麻烦你哦。好，麻烦你那个有处理的安尼参赛朋友。好，没问题。做一个示范啦。好，激励给他对吧？好，没问题。哎呀，来，嘿。哦，这个第一个是谁？来，可以讲。欢迎他。哎呀，猜谢谢。批云，好了。批云，你干嘛臭脸？再来猜。第2位幸运的得奖者是哪一位？哎呦，陈崇云，来，不要了，在当中。哎呦，哇，你们2个要一起 PK 了哈。哎，对，老谢碰上老吴老陈，凯依老师，是你今天的分数也是算在内啊。对，你知道，你敌啦吼。对，我第一次唱歌要给人家打分数，有点紧张哎。会紧张，会不会有胎动上的那个起伏？真的，老师我会胎动哦，不要太过分啊。是啊，几个月？小应该6个月。你怀孕几个月？他还老师很坏，这个不打不起来嘞。哎呀。好，那带来嘛个歌。我帶來個叫係威猛，威猛，威猛。好，兩位能帶嗎？該板茶。安妮咧？地中花。哦，地中花，哦，一條歌好唱，來唱歌啦，來。
算时间的几冗长，犹原2、3年。在家乡，开店因为拍拍将将的花，一蕊花，可以蕊出春因家店日记茶，打坐在田间山下，按不头有转动爱的舞卡，给蕊花，黑阿婆跳那当给几种花。几种花，不让一条啦啦天公转风茶。不管到哪位，心肝凊彩浸透暖日记茶。几种花，伊款嘅美艳花香袂差。给蕊花，含水香空灯轻轻吻马沙。几种花，黑暗用long long碌碌走行走动一条恰恰。几种花，一款给阿婆节落节开花，给蕊花，怕谢谢相思边怕发为了家，俩蕊花，黑暗用因给融融渐渐。开的那几种花，一款嘅美艳花香袂差，给蕊花含水香空灯轻轻吻马沙。几种花，黑暗用long long碌碌走行走动一条恰恰。几种花。款给阿婆节落节开花，给蕊花，怕谢谢相思边怕发为了家，俩蕊花，黑暗用因给融融渐渐，隐隐约约开的那。春风来来去去，土走花香。浮云念念刚刚，看无见面容。多来呀蒙蒙，彼时呀蒙蒙，当春发呀空对梦。春意停停落落，染水天空。水帘走走刚刚，流过树枝旁。多来呀匆匆，彼时呀匆匆，留下嘅本章，用人用伴奏。还记得。上桥，上桥无夜困嘅歌曲，寒天也听听嘅窗，一放我想一歌，也见石桥。
相信天會轉來，為我愛定對愛唔會冇信仰，夢唔會聽愛夢中過在意自由，更還記得色公公，風停雲散依舊蹤，下條五色旁嘅電橋，愛天也慢慢嘅鐘，一把我所也講，就更也千言萬語，別走無奈何，也不是我情從，相信愛訴信用，為我。你會嗎？好棒，好棒！哎呀，来，你说什么？真的好棒哦！我就是没有话说啊，一个孕妇能唱成这样，真的，我们全部人转头4个老师都说没有话说，但是我很怕在这边要直播生小孩。还很早，还很早，才6个月，那刚刚真的懂讲讲，哎，一唱高音的，一唱还很早，还很早，还很早。没有孕妇也是可以唱歌的哦，是我们还可以真唱歌哟。的孕妇是真的可以唱歌的，真的真的那个 key 定的安全的就好了，不要对升 key 就好。没有，他还是很高殊不。知老师帮我降了2个全音，这样子。你唱的这么好，你不要一直在南部嘛？啊，这样是不是？到台不是北了？对，你为什么不到北部来因为啊？到北部有你们啊，北部南部就摸你同来穷这样子啊不。是北部，我们也输你啊！没有啦，没有，摸安年。赶快来谈啊嘞！我阿公们老前辈来。刚才贤共哦，凯伊实在是太棒了，谢谢。他很清楚的把一首歌分配的清后。那场景你就要注意讲，你根本金不清头，你讲你在这个小地方上面，高音的地方，整个高音你就一抖狗，你就变成尖尖的，没有厚度，那样是一定要加油的。佩云哦，实在讲，我觉得你冲量数狗他有点对不起世慧老师，因为讲。世慧老师下量数国家，他很清楚的把呼吸的位置都弄出来了。你这个冲嘎，你就冇注意讲，你呼吸要到哪里换气，你都要设计。按注意了，刚刚你这样会提供，那位要强，那位要弱，然后把那个整个歌曲唱起来。所以我觉得今天凯伊真的非常谢谢你，因为有你，他们2个以后进步一定很多很多。好，谢谢啊，真那我们的就请世慧老师。好。啊，好，凯伊好久不见了。哦，好，凯伊没话讲，挺厉害哈，挺厉害。好，金碧呢，你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，然后我知道金碧就是你就是一个职业艺人，所以应该算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表现。撒哈雷人来上来讲，做香港啲批评开始讲好啦，哈，批评其實金碧當今車金碧創下嘅歌位，其實一首歌位對我年紀來講，其實真係有難度。一首歌位啊，因為給他表現，他需要修煉，所以對於表現的方式來講，我知道還是太放了。所以你如果可以再收一點的話，會更好。好，然後還有你有一個很大的問題，可能跟上個禮拜有啲線數咪窮樣，就係嘴型嘅部分。你的嘴型的部分，因為你沒有再做一個調整，所以呢，出現動作較變的模式，所以呢，有時是人嘅音會本逼到人嘅屁股當空氣，所以一逼到嘅屁股嘅當空氣以後，那個鼻音的部分就很強，所以在這裡面你可能要收斂一下。甜甜嘅情，苦苦解明，經過有緣，兩沙嘅陰影。好，可能要注意嘴型的部分的表現。好，那場均呢話呢，你表現其實也數過，你可以再多層次一點。唔講唔見比聽聲音嘅，我吃都我點都吃到唔見比聽聲音，哈，就是很小心，講會後背唔對，會可能會逼睇人用盤唔對，哈，可能會注意這個。還有記者師嘅
咬絲嘅部分啊，其實對你嚟講應該唔係有問題爭錯。不過呢，我知道咬到冇嘛標準，所以碌碌碌碌呀、硬硬硬硬嘅大地方，可能出現到有一點瑕疵。黑暗用隆隆碌碌走行走動一條恰恰。所以可能要注意這些問題。好，安子 C。好哦，謝謝老師還是要面對緊張時刻啊，來看一下分數啦啊。先來看，對，批云的分數。 90分，好，來另外一位呢？陳崇權的分數。哦， 2分，2分。那你的還要看嗎？你應該不用看了吧？看一下，看一下看一下，還沒有人幫我打過分數，看一下。魔王的分數，來。嘉奎的分數。 以後多來個節目唱唱歌。好，沒問題，希望你常來，好不好？沒問題。好，那先把它安頓好。好，我先馬上，我生完再告訴你們。生完。恭喜在打電話同人講，係恭喜你啊！生完唱歌嘅功力會退步嗎？唔會，唔會啊。好，好好。安妮長君，恭喜你哦，你暫時獲勝。恭喜。譬喻，不要氣餒哦。對啊。好。 再繼續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謝謝你們，哎，謝謝凱伊呀，謝謝三位，謝謝不做就幾樣子噻。我覺得今天的表現我很不滿意，評審老師今天有說到我的聲音太放了，應該要收斂一點，回去我會好好努力的這一部分，希望下次回來大家能看到不一樣的我。另外一位魔王資歷了那個報告，厲害嘞，有台版的賈斯汀之稱。 專業的歌手有發行過電影哦，電影的原聲帶，還有出過 EP。匆匆加加出去比賽，歌唱比賽都是常勝軍的，真的是很厲害。舉辦過無數場的大小型的音樂演唱會。其實這個魔王跟我也有一點關係啊。你又讓人家落淚啦？不是，我還讓她懷孕呢。男的你有關係啊？沒啦，我等下。關係匪淺，單身男子。單身男子，嘿，一鳴驚人一下，嘿，先彈給佢上面好嗎？魔王請一鳴驚人。魔王 Go。 愛嘅愛人啊，用愛對你講情話，愛嘅真心，愛嘅真情，問你敢有通到冇？魔，好厲害的 R&B， 而且帶有一點點魔。你在摸什麼啊？好會轉，太厲害了！好厲害哦！來，歡迎我們魔王曼穎呢。趕快站着，拜一下。哎，我也口渴哎。 歡迎我們魔王曼穎呢，鍾思彤 ，Oh my god！ 哇，帥哥，等我，哎，我觉得制作单位实在是太狠心了，找我来当这次的踢馆魔王。但是各位选手不要担心。 我今天已经替大家准备了一个小小的礼物，就是我世堂本人温暖的胸膛。所以等一下，如果真的不小心输给我的话，来这边，尽情的哭吧，好不好？这边可以趴着哭，没关系。OK。看到人家你就受不了，不要扯。看到这个高，人家魔王对不对？难得都要做客，你要对人家会不会冷？没关系啊，他被我关好了。No 啦 ，No 是谁？我觉得你的音频跟梨花类的那个有点像，Bobby。用白。对，世堂老师。是啊，
听说有参与到我们牛哥的国语专辑。我这张这个新的国语专辑真的还好有他。没有，超级荣幸可以帮对罗大哥。对，你们两个在谦虚什么没呀？有，真的我很荣幸可以帮罗哥写和声跟唱和声这样。而且那个时候制作人还没有要公布是我帮罗哥唱，都不知道，我完全不知道。而且我唱好的时候，他还不知道是谁唱的哦。对，然后他就帮我写和音编曲，然后还帮我录制和音。哎，唱完以后才告诉他这是谁，你知道吗？制作人跟他讲，对，吓死了，厉害哦！对对，又是那么年轻的年轻人。是啊。哇，你刚刚那个转音真的太厉害了。谢谢。来，还有4位，你会觉得想要跟哪2位？哪一位？哪2位？我当然是要先抽一个，觉得比我帅那个。哪里？你觉得他比你帅？那个夏立明，然后当然还有得过金曲奖的。来抽出2位。第一位嘛你。哦，潘以涵，这个也不错。对。其实这个很厉害。对，潘以涵。来。第2位。其实我都有听过他们，我觉得他们都很厉害。对。第2位是谁？李金允。啊！来。哇，怎么这个那么刚按度后啊？哇，你抽到的这2，你干嘛？还没开始你就摔倒？还好你没怀孕哈。你抽到这2位都是唱歌很有韵味的。我很担心。对，你不用担心，你不用担心。客家界的蔡琴，原住民界，客家界的。你好。Hebe，梁静茹啊，梁静茹啊，比较像梁静茹。客家界的陶喆。他就已经说台版的贾斯汀。台版贾斯汀。好啦，安尼来谈3位好唱歌了哈。师彤，你要唱什么歌？我姓阿公客家孙，对吗？我姓阿公客家孙。哦哟，这歌名好谈。好，来，安妮呢？以涵。存在。存在。安妮呢？农村也。农村也哦，农家好，农家好。让我一条，让我一条。好了。爱着得了。用着松架，用着下架，本是为到马该一下。哦，用力变出聪明，不过路上有记落下，马萨都是都强，爱着不会坚强。马上是冲着爱都会发光，梦想不够安永停停，爱就存在该意义，为到马该真心，为到马该的心，梦想不够安永停停哦，爱就存在该意义哦，为到马该真心。渺小的爱都留下背下，有嘛该做地人民无产，就按用种子赞美名下，有什么路改变就行，万一能加着。信心，爱着青翠太该力强，哦，用力的动，回到清楚眼前就这，马萨都是赌场，爱着不会变强，马萨不是冲着爱都会发。梦想不够安永，停停哦，爱就存在该意义哦，回到。
安样停停，爱就存在该意义，非到嘛该珍惜，非到嘛该珍惜。不过安样停停哦，爱就存在该意义，非到嘛该珍惜，非到嘛该珍惜。有天渐渐风，柳苗深如浓。田村人红中，富河高西东。老牛老农，漫步田野中。当空勇敢梦生风，出帘望飞通，汗珠饮水通，春发辛苦，秋色给用。渐渐风，柳苗深如浓。田村人红中，富河高西东。老牛老农，漫步田野中。连日正当空。勇敢冒生风，出帘望飞通，汗珠饮水通，春发辛苦，秋色又给用。竟然我讲19岁，就算来台，都生发用的你家己生言，阵阵太海，甲故乡。就难送别来到合作，阿公班机合法都唔会讲，无伴无空无见物，三万大病深落雪，隔壁饮湿拄来上车。故乡，
阿公黑发渐渐高，阿爸土深黑甘梅，落地三更三推人，我的心阿公。哈嘎苏，故乡，我的故乡，我归乡，我的故乡。Hakangin. Wow! 哎，对，哎，赶快站着拜一下。哎，我也口，哎，我要追走呢，哎。嗜糖喝过的水喝下去特别的甘甜呢，真的。No 啊 ，No。真的，因为你今天要喝看看吗？不用了，你的喉咙应该会回甘哦。没事的，结果怡涵说我要喝。有治感冒了吗？没有，是找回初恋的感觉的。好了，尽量喝。好。等一下再吐多一点给你。对，因为我想要那一种这样子。来，唐西章的贡品，来，这位老师。好。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因为他今天都魔王了。我刚很想说，你要不要来比赛？这样我们每个礼拜都可以听到你唱歌，觉得好不好？好，你当然好。好，不是你问我干嘛？那我当然好啊，对不对？这样我们才不会失业啊，对不对？先谢谢世堂哈，我希望你后面有更多很好听的客家歌，给我们更多的经验，好吗？谢谢你今天来。好，3号来说比较残忍啊。好。先来讲遗憾哈，你非常有想法，你念书高考，你做了很多的功课。但是只有一点，就是你可能做了太多的功课。你要先有基本分。你知道，你如果第一遍唱的是他的很基本款的话，你后面再来做变化，你变化在你的副歌。陌上不够安用听听，也都存在个意义哦。其实你一开始如果是把基本底打好，你后面再来做变化，其实是成立的。但是你如果你做太多这样的变化的时候，你把这个切得太零碎了，就会影响到我们在听。不够安用，听听哦，爱就存在个意义哦。但是整首歌，我觉得你是有基本分的，记得唱歌要很沉稳。讲到沉稳，我们就来听金允姐姐3场第8段真演唱到当后呢，它就是表现4个字。行云流水，行云流水。我没有得挑剔，所以对我来讲，我觉得你要唱分数懂难评，好不好？我看其他欣赏，伤脑筋，非常伤脑筋。那不然讲啊段呢，我就显得快。显得我们说好吗？好吧，先来紧张一下，看分数。来。呀，潘以涵的分数。好来。94分，来看一下，安尼金允这一道分，对，金允的分数。哇
子水，杨子水。做迄个站啊，做迄个站，嘿，加个分数清口出来呢。刚刚那个99，是我压力很大。你现在不是跟他们2个人比，比你是要跟刚刚那个孕妇。凯伊，好不好？可以慢慢养鱼吗？好，来，总是同的分数，哇，98也是。哇，真的很谢谢。得了了，真的，你没让我失望，真的。你什么东西呀？没有，我就是喝口水而已。对，喝人家的口水，你来再喝一口。冇啦，因为茶都1分天的啦。请教一下罗国立老师，情况遗憾啦哈，你今天的表现，那个嗓音，然后那个情绪，全部都强痛很，太紧绷了，就是像哲老师讲的，你很刻意的去营造一个很完美的东西，结果它变成是僵硬的、不自然的。我们在选这种歌、在唱这种歌的时候，你要把握住，就是你的柔软度跟声音的松度一定都做出来，才不会让人家觉得怎么讲，矫枉过正，拿来形容后来啦。这是你今天表现给我的感觉哈。所以今天这给你一份茶洞啊亚 V， 是在。讲起来有一些的大上啊，这种创业听唔又唔熟诶，太严肃去唱这首歌了，所以也很爱老人 Q 一些粉丝的素材，好吗？好，加油，谢谢。安子生。好。今日妈枪石头带叮叮好啊，谢谢，先休息一下，系啊，虽然年纪较大啊，又痴心啦，好嘛，拼啊，安子生，对啊，恭喜你遗憾。恭喜啊哈，这加葱啊，摕个面一出的你嘛，对啊，对啊。谋面突出哎，我帮台上3位女性谋福利后哎，抢张世堂冲正经的贾斯汀本泰亚堂，就知道他的功力在哪里，掌声鼓励。真的，好，我们可以清唱，他可以清唱。哦，我清唱吗？对 ，OK， 唱了老师就。I got this feeling inside my bones. It goes electric wavy when I turn it on. All through my city, all through my home. We're flying up, no ceiling when we're in our zone. And I got sunshine in my pocket, got that feeling in my feet. It's the 我忘词了，谢谢。我这男生看到你都会爱你耶，真的，你唱歌的时候好有味真的道哦。你不相信？你问夏丽敏。夏丽敏，你要不要离婚？哇，真的，有机会都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。安子生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来，感谢。好。基本上呢，差到1分，但是也其中呢。本来创作爱清喜欢那个客家歌的，我心肝都当欢喜。我希望呢，一个客家歌的，我会继续唱下去。安子说。3號的魔王來介紹下你，一個厲害咧！哎呀，纯最厲害一是，曾經就得到20世紀的金曲獎最佳客語歌手獎。而且他是有客家拉丁歌王之称。青岛拜啊吼，这话都在那南美洲跟当地的歌手做交流跟演出。我跟你讲，本身他现在目前住在哪里呢？哪里？巴拉圭，在中南美洲的这个内地一个国家。巴拉圭，你看，你这说单位一厉害，巴拉圭把他拉回来，你讲。哎呦，该要几样？巴拉圭啊，你讲真的，看那机票钱啊，住宿费啦，车马费啦，是的啦。唱真的跟魔一简单呢，真的。哦。好来，唱完那魔王的一鸣惊人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唱出声。头摆嘅事情，头摆。还记得梦，头摆嘅事情，头摆，还记得梦。哦，声音等于磁性哦，系啊。只有啦。头摆，哎呦，我个声音共鸣。哦，共鸣同好诶，系啊，系分享安尼
魔王出场。真关注的个小弟，诉说你个事。老师，我带来马来讲。班型哦，班型。也是用 flamenco salsa 的融合音乐。那你是要用什么风格？我先离开的风格。大家来唱山歌。魔王出场，来。对，汾阳，彭一行，哇！大家好，我是金曲歌王童以行、汤雨欣。今日参赛者朋友们呢对到我，所以假如我本人淘汰的话，莫感觉到意外，因为人家都对到我，人家都两面是 zero， 所以呢，大家等着瞧啊。从小就黑到巴拉圭嘛。嘿，我8岁的时候就过去巴拉圭。8岁的时候就提给到因为移民嘛，那时候有一个移民潮啊，这个全部所有的这个亲戚朋友们都跑过去了，所以我们也跟着过去南美洲。家乡挺苗栗，苗栗，规家全部过去巴拉圭，跟人家歌星一定同个人中南美洲人的歌星一样啊，当随便啊你喂，没有，那是随性，当随意，很随心啊，很随心，对。哎，用版为汤老师用版为熊公。客家老安的拉丁想要结合在一起，这一种音乐的风格，你用我想得出来呢哈？哦，我讲，那时候我去南美洲的时候，我有参加个歌唱比赛啊。那时候1986年的时候。那时候就唱拉丁歌曲。哦。拉丁歌曲。好了，来介绍专辑。啊，有出新专辑啦。对。压榨专辑呢，全新的第二张啊，第二张，因为但是第二张呢，我必须要讲说这一张专辑呢，是我特别要感谢客委会，因为这一次的客委会的帮忙，所以让我这个诞生这张专辑诞生，但是我还是。预计在今年的年中可能会要发第3张，对，发行这个。年中当发哦。对。更有没有赶快趁去年12月之前发？没有，因为还有2首歌还没有拿进去，还有几首歌再夺一次金曲奖嘛，对不对？希望如此。哇，但是金曲奖很难呢。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。那时候这个第一次拿到金曲奖的时候，那真的是侥幸，因为有很多的这个优秀的懂腔的歌声哦。第一，这个要实力啦，得金曲奖一定实力要够嘛，大家就是加上运气。因为20几个这个评审老师要投票给你，真的那个不容易。跟金明汤老师来，就会老年的选手互相交流。他们讲金明冲的分数嘛，有算在内哦。真的好，也是要稍微评一下啦。是，对呀。我觉得今天大家这个年轻这几位这个参赛者都很厉害，就是两位也很棒啊，一位还得过金曲奖，一位还在民视有主持节目。对呀，都是这个人才中的这个太厉害了，翘楚。好，先帮我们抽出第一位。第一位是谁呢？欢迎。好嘞，夏哈利明，都是人才。你用你上次那个拉丁跳出来。应该。老师好。厉害。好了，另外一位呢？另外一位给他出起来。欢迎赖茶。俊男美女。被2个金曲包围，我先离开。不是，我们2个离开。被我们3个人，我也是经纪人。好了，谢谢。那老师要带来马狗。接下来我想要带来一首也新的专辑，里边有一首歌很多班型。班型。也是用 flamenco salsa 的融合音乐。哇，这个真的很有音乐风哈。那李明是要用什么风格？要先离开的风格。你哇，冇先行啦。就带了一条爱搞你冲伞歌。爱搞你冲伞歌。
来唱，你该你爱一该你啊。好。一个人爱因为一个人。读落去会讲对吗？OK。然后又多了魔王。不是讲。好。他有时候他不太稳呢，他有时候就很棒，有时候又不太稳，对吧？哈。对，你不要担心，不用担心。来，好，来弹3条后弹的歌曲来。愛講從山谷，對半夜到天公。愛講大彩茶，衝過一山又一山。愛講大鑼鼓，咚咚咚切咚锵。愛講吉他弦，一哦一一三。大家窮下就衝出來。衝到一條愛樂山，不負太歲呀羅nun，衝到山公莫扮呀。em chú lời衝山公，你後來愛聰明，em chú lời大彩茶，你大鑼鼓愛音樂。大家來衝山歌，對台北衝到屏東，大家來打彩茶，對山東紅衝到海邊，阿哥來打鑼鼓，咚咚咚切咚锵，阿妹來吉他弦，你哦一三。大家窮下就衝出來，衝到一條愛樂山，不負太歲呀羅nun，衝到山公莫扮呀。em就來衝山公，你從頭來愛聰明，em就來打彩茶。你的鑼鼓愛吉弦，大家窮下就衝出來，衝到一條愛樂山，不負太歲呀羅nun，衝到山公莫扮呀，衝到山公莫扮呀。慢慢來開解氣力，係唔係愛對轉來？不管有幾不應該，想留飛，定愛只改變。你，係唔係還有你，有你陪，愛痛改退，愛一愛你，敢去愛我，走唔走得到個疼愛上癮，假使有你，愛你動情。
情，装不住高就无形，高就无形，高就无形。开着名字，爱的心，后面的人不相信，发了较用心，前面的爱情，丈量你的心。开着名字。爱的心，后面的人不相信，发亮较用心，前面的爱情，丈量你的心，用表他心中对你温柔的情意。自从海渺浪漫真情两番你，最天沙万难杀情。尽管独会的小弟，诉说你的心，迷迷蒙蒙，朗朗清清，莫是你，莫分莫样，QQ 弯弯的爱情，点情水面难游落，温暖偏是给法力，但莫做黑皮多你，共强的海子刺痛爱的心。爱对你张最用心，恋来又拖来来去去喊起你，天山公白呀心切切都袂停，一三年计划几分意，糊涂为了心莫停，有问万人伤心。Vamos a eso. Vamos a esos ritmos. Esa. Luego, tácalo. 迷迷蒙蒙，朗朗清清，莫是你，莫分莫样，QQ 弯弯的爱情，点情水面难游落，温暖偏是给法力，但莫做黑皮多年，共强的爱刺刺痛爱的心，爱对你张最用心。恋来又拖来来去去恨的你，天山公白呀心切切都袂停，一三年计划几分意，糊涂去了心莫停，又问万人伤心。一三年计划几分意，糊涂去了心莫停，又问万人伤心。爱的心都只有你莫记，爱的心都只有你莫记。
哎呀，一冲爱感染整个摄影棚的人，每个人都起来跳了。他们摇不停呢，真的连摄影机都摇不停呢。好，来，哇，3位都唱完哦，谢谢。哇，那弹一下吗？唱欣赏哦，根本唱到今后了，而且那个味道真的很好。哎，你是不是讲的？等下就讲，他搞不好又是98、99了啦，哈。哇，那你要讲吼，还是会讲，根本我要特别对立明跟雨乔亮嫂，亮嫂诸位非常非常鼓励。对佢哋来讲，哈立明哦，跳歌唱歌来讲歌吼，就太用力了，然后都不知道怎么去收自己，根本就数得清楚，就应该用嘅。这讲法嘅感觉有做到，有的是有一点小地方小毛病，所以讲还是感觉讲，你老两吞他的表情不是收就好，你在收完了以后要做一个收起来以后再做弹性。我刚刚讲你要在摸做后，轻打手，不过青后你真的进步很多哈。雨乔对我来讲还是跟我看到一个金曲歌后，这比赛底部度，他很希望去把自己再提高一步的这种感觉哈。虽然讲有一点点小小的歌词忘記啦，哈。愛嘅小情總會觸及我終於各種無語。不管你們勝負怎麼樣，請棒，很棒。好，按照這個結果來分分數，好嘛？現在坤，哈利米呢分數。有看到表演就判的了。这是今天的偶像，他有唱错了。有唱唔错，所以你还有机会。来看一下。来，给我分数。来，老师还是要看一下你的分数。我的分数，哎呦，哎呀，对呀，你是要跟拉丁歌王啊，你要跟那些魔王比的。一个99，一个98，你要看你多分，来。好，同意前面分数。哇！那这是谢。魔王就是魔王，真的。厉害，那个感染力一唱出来，哇，震撼全场。哎呀，谢谢唐老师，好不好？什么欣赏？可是你要已经定居腿吧，你嘛？对，下个礼拜还有吗？有，下礼拜来看一下。可以呀，可以。那恭喜雨乔啊，恭喜，好不好？恭喜你，继续加油。我要给暂时淘汰。暂时。枪死。好，下礼拜到末又赌到又变了，我等讲，好吧？对，谢谢3位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我伫雨乔真经懂强，所以淘汰我有上到，不过真经希望老師做啲人嘅糾正啦，因為我真經大考創客家歌，我希望做啲好些客家嘅文化，所以叫我做嚟嘅話，我要聲望大兵。中秋节啊，那个传统比赛又来了啊！一2禮拜就咚出去咚，精彩咚好看呢！真的，有唱都喺度模仿，全部都喊唔唱。哎呦，不管流行歌曲做也好，传统做也好，哦。哎呦，唔知你拔出来真天啊！真係有厲害的。來，可以哎呀，傳統組會裡面模仿腔都滿意了哈。但是比賽之前給下人評審欣賞。蒼永平欣賞，永遠有欣賞，賴明真欣賞，羅依欣賞。夾嚟介紹下呢今邊嘅魔王好冇？係一個魔王厲害嚟咧。台灣客家山歌合唱團擔任首席男高音啊！哎呀，主動嘅填純呢啲山歌比賽超級組的冠軍王。更加厲害！最近天無限乜嘅咧，參與我哋嘅客家歌舞劇哦。你聽說有看到吧？天光哦，這廣告大動態啊！目前呢，在全台巡迴演出，即將要進入到我們的國家戲院。哇，國家劇院不是戲院。劇院哦。劇院。哇，你也不得了，你不嘞？哎呀，那唱的魔王一鳴驚人一下，來。路上坡，陽路下去，哎呦！
很满意呢。欢迎，欢迎。山歌传唱。阿姨迄讲吼，冲动唔好，分数唔好，鬼又唔家的妈嘞，还会打我。真的假的啦？哎，那个家暴专线。欢迎，陈傻鬼，魔王出场。哎呀，非常欢喜来到了闹热大擂台嘅节目，看到咁多优秀嘅客家歌手啊，实在感觉非常嘅欢喜啊！但是啊，也感觉非常嘅艰苦啊，因为你哋都懂爱啊，唉，可能今日比赛啦，是冇办法再个比咧。拍摄啦！听讲我最近咧无限嘅歌舞剧，哦，係啦，明日落後攏看到天師咧打廣告啊，主要嘅天客歌舞劇天光，嘿，也已經演出幾多場啊？目前也演出4場咧，4場嘅哈。對，一到日開始。11月30。就開始首演哦，也已經4年嚟啦，哦。4月。哎呀，還有後邊還有冇？後邊還有兩場。還有5月19號，然後5月20號，哦，攏係暗布條，哦，一場暗布條，一場係下主條。哇！啲人呢，國家戲院，要劇院。戲劇院。戲劇院啊！國家戲劇，哎，真的，我落到國家劇院表演，都冇人改呢。光看他的那個預告啊。哦，就很吸引人家的。对，因为他这个是比较属于，就是那个故事情节。他们专业的人员不一定是客家人。哎呦。哦，然后大家有一个组合起来做了一个音乐舞蹈剧。所以里面有音乐的创作人才，有舞蹈的专业人才，有戏剧的专业人才。那你是担任男高音的部分呀？我本來就唱歌嘅部分，客家歌一方面，佢有在唱，所以可能唱嘅部分會較多啦。你有跟我英國而來一看，來看吼，真嘅天公啊，跟我有關係咧啦。啊，唱嘅書嘅電天公啊，但係冇迄方。天公哦，咩嗬？有冇唱？也出去主要就以南埔嘅。以南埔嘅哦。為主嘅客故事。來做表演。你藝術嘅。你藝術嘅。5月19，從5月20嘛，仲有2場嘛，嗬。仲有2場。我來看。夾去買票，哦，夾去買票。係，希望大家來欣賞一下。哦，一定要去看，一定要去看。哦，讚。啊，你基本上那個任務啊，要做魔王啦。哦，主要宣傳應該要做魔王。好，愛個愛先幹數起來。好，謝。來，那個恐怖箱的拿出來。恐怖箱，你是講要出隊迄不攏恐怖的？恐怖的人啊！也目前算 CB 嘅參賽朋友。好。個 CB 應該有看到視頻啊，有看過嘛哈？啊，全部都當會唱。當會唱，全部當會唱。可以有辦法激勵佢，就變佢就行下會唱到嘅。哦。係啊，希望他遇強則強。哦，是。哎呀，遇強則強。你先出 TVB 咧。嚟。歡迎。廖強玉，歡迎來到舞台當中。啊，揸住呢邊。還有一位。賴清妍，來。好啊！哦，一兩個都唔會唱，有冇得對腔啊？哈！大家都很會唱啊。用吧，對上我們的歐鳥啊，哈，今日做兩個咩回來？咩回前日成行特別睇集。哦，你嘛高數呢哈？係啊，安尼老師，俺就馬上來同佢編啊咧。好啦，大家切磋一下。你唱乜嘢講？係唱平板。好。啊，羅山歌。阿你。平板。好嘞，彈過啦哈。
中啊，学生了强难。文字写那出，心意经难，发生个那伤啊。喜海呀，用难。山歌传唱。在民间好得了，恩给呀老祖先今年6年，留后台南，传本子孙了。千万年心魔台大。山下了子啊，小时了。
这真的男高音就是男高音。音乐一下这个病人过一几个去啊。哪有？不用 CD 用的哦。对不对？喊好听。没有，喊你会紧张。哦，但是两位唱到也好啦。当然。真的，两位那歌数，你安尼分，没问题。安尼节目当中，大概分数全部是哪种歌嘞？啊，伊迄讲吼，唱到唔好，分数唔好，规个本家的骂嘞。这不安尼啊？嘿，你老婆还会念你啊？还会打我？真的假的啊？哎，那个家暴专线。恶妻孽子这样啊？不会啦，你娶到恶妻哦？你也会被老公骂？我当然不会啊，都是你骂老公哪敢骂他？一站出来，你骂我。他说什么我都是。是。走着瞧而已。是。安尼三位啊，创特了吼，创特按这个先来谈欣赏的公平哈。哎呀，看三位创到样板来参考中嘞。今尾233年创的就相当好，不论声也好，乐师、琴韵各方面，大家都做了真好。先讲群玉手指，遐个声音吼，真清亮啊，韵也有看到，也含个平板有唱到半拍吼，个相当好。我还有一系列建议啦吼，你个文艺的艺，因为你唱艺，你都发到腰啦吼，个会天语机哦，学贤附上，学上强，搿只上是你看有的时间，你让我看到溜啦吼，莫安尼看会较好啦。相啊，学生了强呐。好，也係我建議，自家創作順主做的啦，吼，也第二賴青年先生也創個廬山歌吼，我也親中意啦，吼，聲也好，詩章強烈，冇乜個有乜個太缺點，當然假是廬山歌嘅唱好吼，親密嘅只千萬年吼，喺做啲調過去來，更加會較好。傳本子孫了。千万年呐！模仿唱嘅基本上特隻音調、特隻詩都有做所謂處理啦，吼，唱嚟也以後。不離國家做嘛？按到3年，我有一系列問題就講，一人黃菜兩雙歌，黃嗰隻黃絲，然後親密機嘅3綱之中，爭優勢，嗰隻優勢，一兩隻詩，你樂師加可能有些衝突啦，都按你聽聽。錯，冇問題。哦，一個同佢哋啊，唔記得啊樣，應該嚟講係緊張嘅，係會緊張，踢出到啊！太場面咧，呢種東西隨時就可以學習啦，冇當熟絡嘅時間哦，其實會突出，當輔助人家攞住前嘅學門and學唔完啦，學唔完，仲深刻哈，對，好嚟沙來唱一下，好，真是係三沙唱得相當係不錯。我聽到了小姐嘅時間，當然嘅聲音大家聽得到，非常印象都好聽哈。佢寫的構詞呢是一個長頭詩，從頭詩啊，就是它的第1句到第4句是客家文化啊。那但是呢，一首嘅構詞哈，本人聽到仍然是聽得出你唱乜嘅意思，其實係在你係唱山歌係非常係重要。那係講伊冇可能你構詞，我相信當然可能唔知佢唱乜嘅，所以你個詞其實講好歌手先好歌詞，我也唔敢講你詞不夠好哈，不過呢做參考啦哈。你來信上呢，
真是佢係正正规规的哈，从规规矩矩，佢嘅上牙當豐容，就是很充裕當優上哈。但係我覺得當色彩又安樣咧，明個散個嘅樸實感啊，冇太多的做作，我很喜歡。然後下轨信上哈，我刚刚也很想，如果冇條件給討論的時間，我也很想讓他念一次歌詞，念一遍幫我彈一下哈。對，我想佢係就上音嚟講哈，是天生麗質難自棄，非常好嘅上音啦哈。對呀，但是呢，只是將一首歌唱到完完整整、吐字清晰，本大家要彈得動清楚，甚至自己能夠掌握那個情緒，唱到ram慢。那真是不容易啊！啊，可能我们的罗哥做得到。哎，没办法了。谢谢，希望。我只会唱老了，老了，老了。谢谢哈。哇，安子好，哇，安尼也有可能安尼个魔王的粉丝，我变量下大哦，因为有脱节嘛，对嘛？哇，迄下大班量就有可能就留下来啊。好嘛，来看一下分数。两强弱的分数。97分到5分，好，来，再来看赖清妍的分数。97分，哇！这下子可以跟老婆交代了。一样。等一下来个拥抱。你让故意慢慢抱，50公分的能糖。不香啊！我哋看咩咧？陳薩貴先生吼，嚟養結兩位參賽朋友啊！嚟看一下佢個分數好嘛？陳薩貴分數。所以嚟參加魔王唔係講誒，魔王至於乜嘅特殊待遇，咩強樣誒，強阿片。CV 現場來真的呢。係啊，來真的，係啊，啊你拍攝哦。哦鳥。係啊。沒關係啊。就簽詞淘汰啦。係簽詞哈。好嘛，係啊，好。安尼恭喜安尼青年哥，恭喜！啊，石貴先生，咁啊要限10個人安尼節目來創歌俾大家聽哈。哎呀，祝福人嘅安尼歌舞劇哈。天天講。係啊，天講啦，冇天講啦。係啊。5月19，5月20。係，大家一定要看哦。哦，謝謝。安子謝，得獎，謝謝。接下來我想要去各地玩了，所以在這裡我要跟大家說再見咯。以後啊，我還是要會回來這邊繼續跟大家見面的。我會帶着世界美麗的風景回來跟大家哦。下一位魔王應該蠻緊張的啦。對呀。要不來女孩子。女孩子嗎？哎呦，她算女孩子嗎？她現在這個年紀還算女孩子？算啦，女生嘛，不要這樣子嘛。應該是女人了吧？婦女。哎，用來講，等一下是公學廣播電台節目的主持人，跟我們是一樣的哦。曾擔任客家電視台專業的客家配音員，也曾發行過多張的客語專輯。目前啊，聽下呢台北地區啊，下叫搞清楚學生真的哦，上百位學生。其實佢個資歷一層呢。你是個叫咧？我唱個出道的時間都認識佢啊。哦，你就出來唱嘅啊？出道到現在，我就藝術32年嘅，你想唔啦？佢咩應該差唔多。咁歡迎家咯。係啊，先一鳴驚人一下，好唔好？來，魔王，請。雜草在暖茶心夢。有沒有變？怎麼可以唱我的主題曲？好來啊，歡迎魔王出場。夢自流來色那流。有變嗎？冇嘛，該變了。還是一樣漂亮。有較舊一點點。梅花流。
欢迎魔王出场。哎，博洋，彭叶春，大家好，我是彭叶春，我是今辈的魔王。哎呦，怎么都听傻皮啦？不过咧，我今辈的拜托参赛者哦，你都是好好认真来唱歌哦，莫不爱让到太强手，什么大家？你好，主持人这样玩好。旧模见面了哈。有变吗？模嘛该变了。还是一样漂亮。年纪又较少一点点。做阿妹啊。啊，恭喜多诶。一届。一届的暗壁。暗壁啊。系咪？自從講嘅舊本是出來冇用太多，冇限擺會講阿婆來咧。按舊嘅用嚟用版一開始接受到人哋嘅客家。哦。一開始會從來客家歌係因為爸爸媽媽嘅關係，同我係學生歌，因為我自己本身係台北出世嘅成員啦，所以唔是大個客家種。阿爸阿妹希望講，我做得加油從山歌嘅時節來學習到人嘅客家話語。你當初在台北啦？係，我哋台北出世，一出世咯。冇帶啲。客家種係去家婆文化聊嘅時節，就會去個學。跟出頭開始唱歌嘅從幾多年？唱歌啊！應該係民國差唔多83年左右出來嘅。83年。民國83，哦，夠繞班，差唔多夠繞班，民國83年，我才國小哎，啊，真勁哈，有啦，因為我年紀比你下太大了。哦，哎呦，跟你出頭咩啦？20年有呀？可能唔止哦。唔止啊？唔止啊。因為介了時我去參加過5點鐘嘅客家流行歌曲比賽。哦，5點鐘。對，兩位在找尋他們的回憶了。5度5關獎5萬。我只有3度1關，3度1關，3度1關。哦，5點獎係從客家歌曲比賽。哎呦，你直接就要從客家歌曲嘅了。哦，那你用嚟接觸到人哋嘅電台咧？電台係民國86年嘅時節，總共嘅兩時有選立咗按到客家片台，其實有按到嘅電台，不過較少有客家電台，所以佢哋嘅兩時選立呢個總共客家片台，所以我嘅時節落到客家電台去。主持電台其實沒有算什麼，在哪裡主持那才厲害。冇啦。ICRT 耶，這 ICRT 呢？趕緊啊！這個我有佢嘅英文叻叻滾。冇啦，英文冇叻叻滾，唔過客家話叻叻滾。試驗變到客叻叻滾。哦，因為我哋片台係教我有安尼嘅觀眾朋友，有冇聽眾朋友啊？我靠天翻呢來節目底度跟聊天冇？唔會，因為我係錄音嘅。哦，你沒有直播的現場的，是不是？6號了。昨晚還會第幾 ICRT？因為我每天都在聽 ICRT 啊，對啊，我其他電台都不聽。順便哈，按自 C 哦。我們上一個南部來的廣播電台，他也是這樣講。唔怕，有本來免字之後誒。是。我係都係動，這個後擺唐聲也得唐 ICRT，噠噠噠噠噠，噠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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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噠，這做個主持人要頓比下，幾隻細妹做咩唔啊？係啊，Alice 彭。啊 ，Alice 彭哦。Alice 彭。唔好睇講好，我係 Alice 彭。啊，這教他個講客法，啲 ICRT 教他個講客法。啊，那個配音員呢？配音員係配客家電視台嘅卡通連續劇、明星劇集。哦，一條聲音都係你哦。配音員嘅時節可能說做，比如講一個人來講，睇啲我有差唔多3-4種嘅聲音嘛，像Annie細妹所配嘅聲音嘅寫來嘅。哦，可以來一兩個，來一個就好。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彭葉春嘅老太，我當到阿啲姑。阿啲姑。哦，那個共鳴可以追住係嘟嘟嘅。有個聲音冇事情都拍客家嘅那卡通影片嚟嘛，被學師。哎呀，被我發現了。好哦，哎呀，你今日都搶嚟咗做魔王啦。啊，冇啦。突然那個參賽朋友嚟 PK 下嚟，好嘛？好，嚟，好。哎，恐怖箱。那麼Alice彭，好，Alice 彭 ，TV，哦，
米勇，细米勇哎，细米勇男，细米勇，对，都不对。大哥了哈，哎，听音乐，慢音呢，朋友情，啊，想胖对，Melody 胖，对，Melody 胖，Melody 按你英文名嘞？你把个英文名，还是细米勇，米勇细。好了，啊，两位今天要跟魔王做一下哈交流，嘿，交流一下。嘿，那从乜个歌？我从三个字。三个字咧？三个字。三个字，啊，是咪用意咧？平板。平板，好来弹看啦哈，来。
心了，已坏了来沉默。阮顺了来念啊念，行好我来顺啊，子顺了来相哦，传了千万了来金吃饭了金哦，吃饭了，吃饭金。吃饭呐，吃饭不是金啦。规日的嘛伫上食饭。哎，是你用，哎，这是卡西。啊，唔介意按好的哦。哎呀，用金毛啊，金毛英文名，我说这是卡蛮。卡西，杰西卡西。啊。杰西卡，Melody，Alice。Melody 碰。本来来 Melody 呢 ？Alice 碰，Alice 碰一样啊。跟 Melody 差不多。 Melody 真的碰。他本来脸就碰碰了，也他更碰。被发现。对啊。你看，昨晚你你这边不叫碰，你去打雷射还是？不是前天傍晚，骑机车跌自摔，累惨哦。对啊，脸颊着地。啊，真的呀。对，要注意哦。跟是摸那个太爽啊，你好菜哦。我有戴口罩。有戴口罩。对啊，就是这一部分没有遮到的地方就戳哇，地上。整个手都淤青呢。啊有那有那个问题吗？还好，就是脸跟膝盖啊，膝盖先不能碰。生意哦，生意哦。对啊，膝盖都受车子真的是要很小心。当然这个生意，来唐先生的贡品好吗？来，认真欣赏。三位哈，今日创的哈，先讲前面用词啦哈，你创平板的，其实一种语啦哈，你创天师的国会法意识懂啦，但是看来人家的歌词嘛哈，比如一种强语的话，那是唱的时间，唱面前两句啊，可以用那种因为天师嘛，但这也后背假事哈，人家语嘛，这种强啊哈。莫做得特别爱啊哈，要转变一下腔调，做嘛咯？我哋口气啊改变一下，安尼翻嚟哈，会比较较好。但是有啲地方要注意传声，莫传声啊，传声嘅两只死音嘛，因为要做嘅那个音，实变到嘛咯，死音有啲走体啦。传声哦，问啊吧。有时间唔好讲啊哈。嘛个喏，为了强音讲，死音才来走体，安尼会变到呢有啲咧削足失利啊，好，安尼法都唔好啦哈。好，所以你要注意一点。我原来彭玉琴五师哈，今日同魔王呢彭玉纯五师啊，你讲啥就唱三国字呢哈，我一出因为啦哈，我个人係是個感覺啦。三國字嚟講嘅話呢，一般嚟講話上係越嘹亮啊哈，會越響應啊。但是呢，今日彭玉琴五師哈，唱嘅三國字有啲係人聲啊較大嘛，人聲較大嘅話呢哈，所以呢，佢第2同第3句嘅尾韻滿山呀江南，亦都講大音當實力啦。梅花了開那風啊，漫山來江啊。第3句嘅係咪重要？所以一定會講下。但是呢，以安尼的嘟嘟好來彭一純啊魔王嚟唱嘅時節啦，佢用嘛呢 M 咪 C 調。安尼時節有輕中一彈下去啊吼，特別都當好比較嘅呢，一山唱三國字當高亢當嘹亮啊。個然後呢，佢要話
也个吃饭啊，晓得用专业的方式啦。一专业上去，其实演的什么人啊？吼，亲好迄嘛咯，得天独厚啊，迄种嘛。人家地方吼可以用专业的技巧，有时间钓过人的时间，转也偏长。然后呢，又当转专业的法，也种刚好无望做了就当干的啦。但是呢，就讲也我就讲创三国志的时间，还要感谢安尼各位研究，而用安尼技巧来做啊，商业的转弯啊，吼，所以呢要注意啦。基本无望还是有只地方啊，吼，迄嘛咯，也就讲关于三国歌词的问题啦。最重要迄嘛咯，耶稣歌词的韵脚啊，吼，相当好呢，迄嘛呢吟韵啊，心啊，迄咩心，然后呢，迄尾咩金，吃饭金。但是你听一句啊，吼，伊拉诗啊，吼，吃得商榷，懂嘛咯？伊可以成嘛，吼，迄孔韵啊，恩韵嘛，同样的吟韵啊，吼，迄无孔韵呢。但是呢，你迄那种会了诗吟来念咩法？伊可以琴，一条歌词相当完美的韵脚，心琴金，当好的歌词。但是呢，你那里用沉啊。快点听一句韵脚就走脱了，所以你还没有时间哈，人家看有的嘿西洋人写歌词我用沉，但是呢海陆人写歌词我用琴，也就是各种语的地方习惯的用语啦哈，所以要注意啊哈，为了歌词嘅嘛韵脚的完整，要注意啊点。好，师母先生。好，是这样子。阿曼不会讲建议啊。学到一学到有学到啊！你这本身是欣赏。无要紧，咱老师真去很爱欣赏，高三个会欣赏欣赏啊，欣赏的欣赏嘞吼，我还记得学生啊。哎呀，真的啊！名师出高徒。启蒙老师是会咱认真欣赏。咱认真老师也算很爱启蒙老师自约，因为一开始我有听傅灿勇先生学过三个，也有听赖比哈先生学过。哇，全部太死级别，真的难怪。所以我还得学啊。综合优点。来，罗莹莹老师。罗莹莹。因为美容台姐吼，我感觉佢因为佢唱歌比赛見來見台風，所以就比賽來講，你彈嘅因為心安，嚇心安呢彈出嚟係輕鬆，咁輕鬆起來當然表現大家就會取到係自然嚇。咁講我取到你唱歌嘅時節，係係我注意咗。地方就係應該上音嘛，吼，彈起來就係輕啲喎，吼，因為應該上很細，吼，當柔，所以呢，因為平面，比如講高音嘅時間，很容易用到係自然啲喎，哎呀，彈起來應該上音就會噴啊，要有厚度，吼，咁哋全部全係彈起來按漸按柔，吼，你雖然應該強調降。唔過，你彈起來就會知道，當場喊做得喊下好，比如講就係寫台詞，好寫台詞嘅些又衝也又強，又嗰種感覺，好，所以我想按樣型嘅進步嘅空間就會喊下好。好，這個胖台姐吼，最近已經比從三個字又係實開啲，就係應該個人。雖然來先生講嘅帶入彈起來吼有壓力，咁講我就感覺嘅個人冇表現到你平常時有嘅長途，好，因為我嘅印象你從嘅時間呢，你嘅上當清楚，所以你才表態嘅方面，而且本來嘅感覺就會當好，咁講根本有一絲絲冇按足嘅感覺，吼，我就覺得係打上一絲絲咧，吼，可能兩下人哋啦，可能真係讓你有疏爽有關係，吼，所以還係當好啦，就係個人冇人講聽聽，好，還熱春節，我都係姊妹盼啊，所以就當好，應該笑容當下人，好冇？啱做得冇？唐 Alice 同啱做得冇？好，是冇？好，按住先，看分數。先來看 Jessica 希米用嘅分數。好嘞，下一個。Melody 彭友琴嘅分數。
感觉分数嘛真好。真好呢。谢谢谢谢，好不好？好了啦。看人家姊妹盘的分一多分。来，可以哈。彭一春的分。彭一春的分数。好。都姊妹牌唔會啊，我知道。我跟講，今日吼有機會嘅話，來安排下唔錯嘅多嘢 V 嘅，往而來衝。打18分比咗咧。冇，我衝半嘅修理呢。哎呀，真的啊！我老培養嘅些佢才能夠見見刁難我。刁難我。刁難我。未啊，因為呢。講客家話嘛，因為天書台咪主動音嘛，所以你培養嘅東西係本按到人看，按到人聽，你係講唔錯嘅本音嘛。走，所以你係互相學習吧。好，好。給你多謝。什麼？安子生，來作為同我示範。啊，簽字是拍啊。這個好時間哈。啊，你下次見，好不好？好了，謝謝。多謝，好，安子生。今日係魔王踢館。我要輸得的，我長大93分添，前年因為期差對多，所以嗬，你2分可能係緊要對多跌得的，唔過嗬，到哪會跌到，到哪會白行起來，提示下我幫我機會，加油哦！好嘞，好唱歌的朋友哈，加來報名啊，拜託。報名專線0993883998，還有純正天花0227778232。嘿，等下就報名哈，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以外呢，多謝辛苦的評審先生，安子生。是夢先生。是夢長西澤。係眼魔王。是夢。小康，謝謝老師們，謝謝安子生，還有我們所有的工作同仁們，大家都很辛苦啊！係啊，阿你們唔記得鬧熱大擂台，鬧熱強下來。